4，开始直播放送。140页。顶回读到崇德伫咧读师范的时阵，和春熙共学校吼，台南师范学校啦吼，台湾师范学校。伊有一道去买一道音乐片的迄个票吼，买2张票，想要招春熙看电影，但是春熙无直接甲拒绝啦，但是算嘛无答应伊吼。结果这崇德的个性就是安尼吼，就伊煞因为安尼就后来就从来就毋捌搁甲招，毋捌要招伊去看电影吼。我甲放较大个。好，140页，咱对遮开始吼。做兵的时呢，伊伫中部乡军华白河镇的一个小小的庄头吼，叫做德门。白水湖呢，虽然是朴素啦吼，也是有伊家己的一番风情。崇德呢，想都无想过讲，天底下竟然会有安尼一个所在吼。彻头彻尾就无热早吼，每一户每一家拢是柴门竹灰，即应该读灰啦吼，嘛是竹仔门啦吼，拢无插一滴仔色吼。规个即个市集对早起到暗时拢无看到车吼，深夜客运嘛敢若停伫咧足远的即个庄口外，袂使入来吼。派出所的警察规工坐咧无代志吼，一条路自头行到尾，竟然是鸡甲老牛会对伫咧脚车后吼。即个庄头和我出世迄个庄头差不多吼，足偏僻吼，连客运都无吼，连巴士都无公车通坐。军营呢，就含一区的田吼做厝边啦吼。因有时啊会甲附近的农家斗相会甲因做挂啦，就是甲因斗相共挂稻啊。用的时阵呢，嘛种菜水甲一寡骹白笋。崇德伫遮捌想过春熙，小小的德门，满是伊的相思吼。共年有一个兄弟，共一年的吼，有一个兄弟叫做陈明辉吼，迄个声哨特别大，讲话声音无毋管你是偌远偌近吼，拢想讲伊是咧含别人咧冤家吼。因为安尼，逐个拢叫伊何龟。何龟有一个女朋友吼，逐个每2个礼拜就会对台北来含伊面会，华语会面啦，台语应该是对语来直接讲面会吼。伫咧恬静无人声的时阵，伊嘛捌想过春熙。当何龟的女朋友来甲探班的时阵，伊竟然嘛咧想讲，春熙若是来甲看，毋知有偌好吼。安尼几遍，即个算相思，即个要安怎翻啊？就是无法度硬熬相思不过吼，我袂晓翻吼，就是想过想少年嘛啦吼，无法度。等到一直等到放大假的时阵吼，就走转去白水湖。春熙的家庭背景吼，就算是放假转去厝的，也无凊彩咧出门的吼。3楼的洋房居中，就是伫咧前后院啦，中吼
深而且佫长吼，也毋知影伊是住伫倒一房吼。从着伫大马路西对小巷路，来去行3-4年吼，头皮已经拢行到麻。伊敢若看着讲春熙的大伯，圆淋淋一个腹肚，皮大若敢若强要下袂掉吼，徛伫隔壁的楼骹咧派车吼，咧发着派车啦吼。有可能因兜的好运司机含工人比伊佫较常看到春熙，佫行落去，家己就面就要红吼。自细路伊佫拐出行出大街，无2步伊看到空电友雄徛伫遐。家己搁踮仔咧细细念，吼，上款是一号的表情吼。伊毋知讲友雄少年时毋知有含伊经过含伊上款即种情景吼。又搁是去互啥物款的代志，逼到即嘛即个路来，甚至伊会当保持偌久目睭像一个人，喙唇又搁代表另外一个人，安尼拢无。两人拢敢若两种表情，甲喙所讲的拢无相关系，即种心态吼。头一年伫咧顶门，就安尼过去。伊后来摕起笔的，连即个批拢都拢写好，但是无寄出。只敢若想着讲，春熙学校的教官拢爱查批，啊，加上伊家己因老爸，伊甲崇德老爸的关系吼，自捌代志以来。伊所有的啥物安全资料、人事记载吼，拢互人是无共的吼。连伊离职即几年啊，自日本寄转来家书，就是批啦吼，拢毋知去互谁先看过，嘛已经研究透，才轮到因手头吼。伊实在是足野心，即种去互敢若是解破吼，去互人破开来看即种方式吼。也因此，佫较侪话，若表达的方式无法度通按算的吼，按算袂按怎，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吼。伊就甘愿甲即个话拢吞落吼。翻译。第2年，伊清楚讲春熙已经毕业，转去白水湖去教书，就伫咧元旦。寄出一张贺卡吼，寄出一张卡图去互，是安尼写吼。王春熙老师，新年快乐！屈崇德局长。拄寄出去的时呢，伊小可心悸不安吼，佮小可兴奋吼。有一个礼拜无消息，伊就开始心若去互塌掉哩吼，无自在。1个月后，伊才渐渐甲即项代志放开吼。即个期间，伊看了老庄的书吼，老子甲庄子啦吼，庄子啦吼，含心理学的一类的吼，课文的心情才暂时去互算，这边啊，不要换。课文的心情才是我放较快吼，但是呢，真实的答案伫倒位呢？第40天。意料之外，春熙的回信煞偏偏寄到吼。学长，学兄啦吼，较早咱伫个迄个车内壁学会是敢若读来讲学兄吼。伊早伫台南上性帮赞，甚感激。我回白水湖国小已经半年，甲2年级吼，学校进前放寒假。休寒啦吼！我今仔日才看到贺卡，也祝新年快乐，王春熙敬上。伊真是毋知人生会有即种的转折变化，对希望、失望到强要绝望吼。现在一张批，又敢若伊的名满布生机吼，因为春熙嘛吼。迄时正是3月，距离伊退伍的日子无到剩无到100天，转来了后，伊先去白水湖国小报道，嘛看了，嘛去看。是毋是声音无去？声音无去啊？我讲话恁无听声。
？Hello，有啊。OK， 伊转来了后先去爬水哦。吼，毋知呢，我毋知发生啥物代志。伊先去爬水湖国小报道，嘛去见教导主任和校长。春姬其实有一点像因老爸，圆圆的鼻和喙形，但是呢，表情完全无同。一个看起来较亲切，一个佫感觉威严十足吼。即校长是敢若是校长是迄个因第二房啊，春姬因家族的第二房。伊只叫老爸叫阿叔啊，袂记诶吼。去诶时阵，伊想过讲是有可能会去拄着伊哦，伊叫老爸啦吼。校长是伊老爸啦，另外迄个伫咧换迄个贺文航，迄个是因阿爸吼。伊去诶时阵，伊捌想过讲是有可能去拄着春姬，转来途中才直直想着讲，即马咧放暑假吼，学校敢若有行政人员上半工班，春姬自然是袂来吼。转去厝了后，因阿嬷甲因老母等咧等伊食饭，两人办了一道菜吼。因老母讲：“阿爹，2加5年，阿嬷今仔日上欢喜吼。”阿嬷嘛讲，现在无流行找毋人啊吼。阿爹，你家己有介意的查某囝仔无？若有带转来阿嬷看者啦。迄当时伊毋知要安怎甲应答。因老母讲，初入社会，人生无经验，逐来啦。阿爹无紧张，换阿嬷咧紧张。转来这一冬，伊拄过春季无几啊遍吼，定定是一堆人伫边啊，两人隔远远笑笑点头安尼吼，就敢若像即个早起相款吼。即个米小车吼，毋知要米偌久吼。伊有时感觉真失意，但是呢，若只要佫看着春季的时阵，伊的心又佫活起来，佫毋死心啊。像安尼，有时交战哦，心内有交战，毋知会偌久呢？伊愈来愈迷茫。这是懵还是懵吼？迷惘的款，愈来愈毋知路要安怎行吼。有一工下晡无课，伊转来途中又佫看着有阳，即道呢，伊可能是徛酸吼，竟然坐伫咧长椅仔顶吼。伊也是共款迄号声调吼，讲着无人法度理解，佫含伊无关系的代志。其实到今仔日即款样，世间所有的事有要紧无要紧，在伊佫有啥物关系？从着即安尼想，伊惯势看一下手表，看一下手腕吼，是叫手腕。即搭阵即条才发觉，表也毋知当时定去吼。中昼的时阵，伊就感觉手表后壁行，原来是故障去啊。从着踏脚踏车经过表仔店的时阵呢，伊就忽然间停车，一脚踏入去。读小学的时阵，经过居建社吼，伊定定停落来看，伊的橱窗内底大大细细表吼，乱情啊摆甲甜甜，壁顶四角挂大大细细各色的镜面吼，圆的、八角的、长高形的。大时钟下有一个圆锥仔，迄种摆吼，钟摆啦吼，永远伫咧踮咧喊吼，袂停止的。时间一到，前后左右每一粒钟拢各尽职责，踮咧等吼。以后我会记得有一对迄个粗个乌的白白的头家吼，老三分头，无论当时日去，伊的正目永远拢是滴一粒细细粒仔乌色的显微镜吼，放镜啦吼。迄个小圆镜呢，只有2-3公分，无扁吼，无扁啦吼，无扁。但是会当
吸伫咧伊个目睭皮顶吼，免烦恼讲会落落来。有人入来，伊就甲迄个小镜甲摕落来，来含迄个人讲话伊了解人客来要创啥了，就甲标仔壳拆开，拆开啊，甲迄个镜挂在目睭安尼，佫开始靠伊来检查内底复杂细密的零件。每一遍呢，因若拆表呢，冲着着爱去就徛去你看吼。我去看表仔内吼一堆的即个圆，即是读条吼，圆条啊，佫记啊，哪个记啊啦吼，齿轮啊，含一寡小小像红宝石的物件吼。啊，看伊安尼吼，头家就问讲：阿爹，等你大汉，我甲你收表啊，技术好无？啊，伊问第二遍的时阵，就讲。大概就转去问阮教授，免问啦。像我就知影，就敢若知影表啊倒位毋对，手表的时钟会当修理，光听袂使。讲到遮，伊的因某就会出言甲制止。你含囡仔讲这咧创啥？我含伊讲表啊袂变面，人才会变面啊！莫含会变面的人甲咪交涉啦。伤心神啊，佫会食亏。自从创得捌代志以后，表仔店的头家娘就定定来因兜找因老母做一寡无共的四季的衣服吼，衫裤啦吼。伊身躯顶有一阵香味吼，啊，嘛歹用来红色去交吼，无像一般人用乌色的遐尼粗圆，而且杀气重。看到创得就会讲啊，爹啊真乖。我若生一个查某囝吼，你互我做囝婿好无？等伊较大汉了后，佫看到头家娘若想起句话，就感觉袂自在吼。创得人一行入去，差一碟仔袂叮当，伊无想到讲会伫咧遮去拄着春枝。伫咧匆忙中，伊就拍招呼讲：居检所，居检进。阿爹，来坐，遮诚久无看到你啊！王老师、曲老师，春枝体态有一点汉人吼，伊穿即个若敢若赤色、米色的迄种起白圆点的即种洋装，歹势，坐伫内面咧等吼，一面含头家娘细声咧讲话，头家坐伫咧修理座头前，看伊入来，甲迄个圆的目镜佫摕落来，问伊，甲伊讲是，我有5-6年无看到你哦。是啊，伊留啊七寒讲，伫咧师范学校，伊佫去做2年的阿兵哥。伊甲头家甲表仔壳掰开，佫甲镜挂起哩，一面检查一面讲，啊，即嘛做老师佫要学修理表仔无哈？伊一时仔煞毋知要安怎应哦。因某听安尼讲就讲，你佫含伊黑白讲，啊爹你莫听伊啦。恁居然一啊，上爱含你讲笑。现也，我遮毋是咧。伊甲镜拔落来讲，我是认真诶咧。你遮无了解，话伫查某人诶心事吼，查某人袂晓诶啦。你会丢心转去，是叫丢吼，袂记。即款式吼，零件现时无好吼，你甲交代讲伊即个表安怎歹，零件现时无好，咸水诶代理商等下来，我敲电话互因业务啊，你8点半才过来，多谢。伊佫创着着专心吼，甲春枝讲，毋是头家啦吼，专心甲春枝讲，你佫等2分钟就要好啊，多谢。然后头家就开始专心咧修理表啊吼，因某就匆匆忙忙入去看好吼。恁坐者，我咧煮绿豆汤就要好啊吼，一人接一碗才走啦。店内只敢若有伊含春枝啊2人，头家八相吼，免来讲，就是较只偏
因啦吼，等你无用吼，一厝的表啊，踮啊直直咧响，伊忽然间甲手头的工课停落来，伸手去阵开拉里奥来听，伊讲做咧诚无聊，我找一寡好听的歌吼。播音员讲一堆话，聪德犹是毋知要含春姬讲啥物才好。过一阵仔，收音机流出歌曲来，我今日来流浪，看破了爱情，我歹势即条歌我袂晓唱。歌词是安尼，遮尔忧伤，春姬却伫咧身躯边。讲全世界上远的距离，就是你伫我身躯边，你毋知影我爱你。聪德有一寡无法度整理出家己的心情绪吼。春姬因兜是特别有钱有名望吼，伫咧世俗的看法内底，家己可能是高攀吼，高攀袂晓讲吼。但是伊并无爱伊并毋是要伫迄挂吼，伊会当是表仔店的查某囝，五金行西装社的吼，头家总算甲表仔修理好，甲表仔摕互春姬，讲浸着水。以后洗手着爱先绑落来。春姬甲说过多谢，钱纳了，两人就拄仔要离开的时阵，头家娘对厝后掠出来，我绿豆汤煮好啊，你莫走啦。两个人对上一个，毋知要安怎讨时，聪德小想就讲，我暗时才来食啦，即嘛伤烧啦。头家娘竟然问，伊咧？聪德看一目啊，看春姬的表情就讲，伊的一份我来食啦。两人一出店门，看外头的日头流落啊赤西，大马路顶头店仔甲是又搁烧又搁软吼。聪德聪德就征求春姬讲，问春姬讲，咱是毋是行青石巷？春姬无出声，刹车倒去行。伫咧白水湖，除了夫妇以及订过婚的情侣啦吼，青年男女无人会结伴而行吼，无人会安尼两个行做伙吼。伊看会出春姬无自在，伊家己嘛应该依互一个查某囝在世。一个查某囡仔在世，即个评语吼，但是伊阁无想要离开吼，无想要离伤远，只敢若想一寡无要紧的话来讲。细汉时看伊一直到现在吼，已经10外冬啊，头家娘敢若拢共款，拢袂老。春姬嘛讲，伊真正是随甲出奇美丽吼，真正是出奇美丽，大概就是字顶所形容眉目如画吧。聪德笑讲，你的形容词用了真好，认真去想，敢若嘛无比伊搁较适当。春姬小笑一下，伊暗心将位仔顶所粘的什物物件甲摕掉，然后又搁继续行。聪德讲，后边若有小朋友囡仔袂晓过细迄4个字的时阵，你着带因来看头家娘就会明白。春姬轻轻仔笑一声，聪德忍不住着家己去看伊吼。春姬的目有一种讲袂出来的好看，尤其是两个目两撮目真正是雅致到极点。以前的人形容美如远山，大概就是安尼。10岁以前已经过旧的混沌馆，拢会入去看人算命。但其后来教伊讲，若目排列无章法、无秩序的，即个人就袂当自制吼，是破败之格。伊若像就含伊学着即句吼。了后10外冬真罕你相拄。到伊退伍迄一天，对店门坐车，一上去看到30-40个位的即个车内，敢若坐一个单机。伊就讲，我自即个仙草堡转来，即嘛我袂阁教你迄挂吼。学本的人无上可看吼。伊当你出神，
想甲出神的时阵，春姬听着春姬讲，我拄则入去的时阵，伊徛伫椅仔顶，拍开大时钟迄个玻璃挂，找出你要夹按发条的迄个小迄个机丝吼，啊一个一个甲发条甲夹按安尼哦。崇德嘛讲，旧式的时钟，若敢若逐一工就爱准发条吼，若袂记迄个准，就天下大乱去。你是暗时吼，时间学袂记吼，学袂记啦吼。阮兜就有安尼一只迄个老牙钟。春姬笑讲，伊外头看是我一月薪，哇！歹势，我今仔日翻到有够艰苦的。那因为写到这华语，我就足歹烦的吼。整个表情甲身段吼，连我都拢错觉。迄是电影银幕顶的人物吼。小路已经要到尽头，两人的内心也拢各有负担，但是呢，崇德也是鼓起勇气，暑假以后会较轻松啦。嘿，是啊。对一工我会当请你看电影，春姬一时才停步，无搁再行。伊伸手甲车篮内底刀仔小甲刷互正，人小可想一下，然后继续往前行了2-3步，两人又搁同时来冻定。原来春姬因兜的后门已经看到，大树果顶头是悬一寡紫色的花。春姬看开喙讲，毋知你有看出来无？崇德无出声。春姬继续讲，阮爸母对阮兄弟姊妹管足严的，我可能无方便出来。伊小停一下看崇德无话，伊阁讲，若直接去讲，我知影一定是袂准啦。但是我阁毋愿，我阁无想要讲白贼，因为若是讲白贼，代志会变甲搁较复杂，搁较严重，所以我袂惯势讲白贼。崇德也是讲袂出一句话，而且伊阁继续讲吼，春姬继续讲，而且本来是极单纯的代志，毋免安尼惹空。代志若关系到顶一辈的一寡观念，毋是三两句话讲会清楚。崇德徛伫遐无振动，感觉家己的身躯若是敢若加出来一种负担呢。以后再阁看好无？因两人分手了后，崇德目送伊到后门，看伊开锁入去，家己手一个按铃回家吼。一个假期，伊就拢问招话，一直到开学，伊才阁看到春姬。但是看到春姬的时，心头却是又阁甜又阁苦。有一天暗时，因老母来到伊房内，伊就叫敲送。因老母已经过半百吼，老态渐显。头毛呢有一寡袂少是铺白。阿德，你有啥物心事？我毋知呢。伊一时仔才毋知要对谁讲起。很热吼，好，那就办。居检所若无讲，阿弟，你是我一手带大，我敢会看袂出来？你真正是何苦呢？崇德解释讲，阮啥物都无啦，干若是互相有好印象、好感觉安尼尔。因老母就讲，就是啥物都无，才好抽脱啊。崇德就无阁讲话啊。你自细汉陪我食遮尔济苦楚，若毋是即条路袂得行，敲送哪会去甲你阻挡？崇德恬静一阵仔，才应伊讲，问题真正是大到无路通行，敢无是
一丝仔办法通解决，无饲哪会知呢？因老母就吐气讲，一定着爱满身躯伤痕，你才会知疼嘛。一定着爱去互人配相，满面带红，才要罢休嘛。哈？佫无声呀？歹势，佫无声晓？拄则是无声啊，毋知是毋是因我迄个云幕保护跳出来就变安尼。好啦，我佫继续读吼。因老母吐气讲，对遮吼，一定爱满身伤痕，你才知疼。敢对遮开始？一定爱去互人配相，满面带红，你才肯罢休嘛。免行到迄种地步，嘛会当事先看会出来，才袂枉我活到即个岁数。从着就讲，我嘛无想着讲，伫咧骹车偏后讲人闲啊话，闻着一句话，因老母呢？这毋是从着讲，这是因老母讲吼。我嘛无想要踮咧骹车偏后讲人闲啊话，闻着就是一句话，因老母是万项都无退步，相让的迄种人，行儿女的亲事绝对是认真到底啦。从着伊捌听过春姬因老母吼摕鱼去甲菜市啊含人伦理的代志吼，所以真正毋知要讲啥物才好，就是迄、个，就是我袂记得叫啥物吼，就是差一滴仔几两的拢摕转去含人理论遐吼。你将敲送的话重想一遍啦，免将自身刺倒才知来啦。头前的人已经试过千万回。母仔囝即番谈话过了，从着确实消散一阵仔，消散落吧吼，消散一阵仔。往后整整有几年，有一年吼，伊伫咧学校想要看春季，又搁行去看了伊。伊即马咧教低年级的吼，啊，从着咧教高年级，教室伫咧无共楼层，教完休息室，伊愈来愈行，愈少去踏入去。人拢留伫咧教室，为虾米要摕拢叫学生仔去吼？每一工伊拢看着有向，伊上款伫遐吼，讲全人类无法度解读的言语，伊安尼无停歇，到底是为虾米呢？又是怎样的人甲事会当甲心为读到安尼款的即款的绝路呢？而从着伊家己现在苦境。又阁是谁互伊的呢？厝呢学校拢无因通发展的空间，伊嘛捌想过讲，就算无顾一切来试着突破困境，伊嘛会当不断来写批互春姬业伫咧子女亲手来教伊。如此落，有两种结果：一旦两人感情到某种程度的时阵，春姬仔起家庭革命。割舍所有的亲情，两人就会当斗阵。爸水湖无一定会当阁大落，又阁因为因老爸种种的关系，原本价值的工作就难免受影响。两人可能只有到天边海角吼，就像顶门迄款的所在，一般的师范生无愿意去的小学，两人才有落脚，两人才有徛起的所在啦吼。另外一种是春姬仔挡袂落啊，或者是春姬比伊搁较了解家己的爸母，所以顺从了爸母的安排。无论叨一条路，从着拢不忍心互伊行，安尼行。既然着无路通行，从着家己思考了一个年度。总算伊最后下一个决心，就是要甲这代志甲袂记哩。人生际遇呢，所有人类一时不能处理的百般难题，教条不是全等互时间去解决的吗？第六，
今仔日好，即马要读第6章吼，9:17。春姬今仔日无来到学校，伊伫咧客运招呼站先锁好脚踏车，才匆匆忙忙去买票。搭去正要发动的即个直达车。学期要结束的时阵，学生即2天考试了，伊连夜甲即个试卷改好了后，本来今仔日只干若需要到教务处去交成绩，毋过车徛一半，伊就甲规道的资料拜托伫咧路上拄着的同事，爸母拢知影讲伊今仔日要去台南。本来资料袋会当交互阿杰去转，伊是因老爸专用的即个3轮车夫，但是呢，想的欠妥当，即几年来，伊学晓避免家己一寡事项含因老爸公务来套揽做伙吼，伊就拢无开喙安尼做吼。到新营了后，伊转到对街来坐好车，因为毋是假日，车顶呢无啥物人，伊一路就想着心事。伊一路咧想心事啦，想着心事是华语的讲法啦，歹势。即个月呢，伊听爸母不时用日语咧交谈。自细汉伊就惯势听因讲日语，所以呢，伊到现在拢无正式去学日语。但是呢，淡薄加减拢知影意思。因有提起讲满豆的大姨伫台北的后生，还阁有暑假啥物，伊感觉讲无意思，就无讲介注意听，嘛可能行开去做啥物代志，反正伊都毋知影后来讲啥。即寡应该是含伊无关系。到台南才11点出头，伊就叫3轮车直奔小西门。厝呢大概有一寡地客，叫因大姊即边的银行贷款，又阁要买地。投资啥物等等一寡重要的物件，连双挂号吼，因老母就袂当放心一堆纸张吼，毋是每过几个月伊家己来行一逝，就是换即个春季来吼。大姊夫伫咧西门路开一间秋山二科，顶下5层楼，内底除了紧张的大人甲立靠的即个提靠的即个囡仔以外，过来过去就是迄寡护士。1楼是诊所，除了患者特别多情形之下，因大姊通常伫3楼内房。春季一上楼，春水卡只拼对伊吼，将一包钱交互叫做阿莲的护士，大概是诊所早暗所有的收入，交代护士去寄存吼。一看到伊，就甲手头物件放落，甲即个春季友咧吼，欢喜阁意外讲，你遮早就到，我计是讲是下晡咧。春季讲，我即早就出门，我透早就出门，若坐到即个时阵还袂到，敲送就要紧张死。春水接过伊手头的纸袋啊，才想起讲一边的即个护士阁徛伫咧原位吼，就甲讲，我看你免即段路你免行啦，阮小妹一来吼。我着带伊去行一下街巷行哩，总是着爱出门。你落楼骹斗骹手就好。阿莲一落楼梯，春水阁求伊双双坐咧碰椅顶，一面详细甲看，一面讲：敲送已经有敲电话，你小坐一下，我先去甲回一下消息，讲你人到了。春姬坐伫一边，坐伫边仔看春水咧拨电话，听见伊讲。敲送，春姬来啦，春姬已经到啦。物件我有看到，你放心。我知，我会含伊讲啦。你免吵完一大堆，你要含伊讲无？你是电话贵哦，你管太钱是人趁的，你免遮省啦。好啦，我会含伊讲啦。还佫有敲送，我想要留伊加大2工。学校嘛已经开始咧放假，伊也无代志，你含伊。你含倒，应该是你含倒啥？你甲倒送讲一声，
我知啦，纯粹一挂电话，二楼你煮饭的安平嫂，连楼第甲蜜水滴起来吼，讲一声，哇，春熙小姐你变瘦咯，春熙就啊笑一下，点一下头，看伊落楼，纯粹才讲，我才要讲呢，拄则有人伫边啊，你是安怎？至少减4-5公斤，4-5公斤我就即马讲南部腔啦吼。春熙无言，敲前一阵仔有敲电话来，伊讲你最近有一点变相，啊，讲袂出啥物来。伊佫无声气吼，歹势伊佫无声气吼。我发现我迄个荧幕迄个保护若佫跳起来就会安尼。好，我等下我手拄仔小叮当一下吼。9:23分。春熙也无讲话，敲前一阵仔就有敲电话来，伊讲你最近有一点变相，讲袂出啥物来。我万无想到遮严重。春水大姨15岁，兄弟姊妹呢内底呢，也是春水上会当揣摩，上知影爸母的意思啦吼。自细汉又搁上疼伊。今仔日来，春熙原本就是为着要含伊讲话参详，也要听伊的意见。但是呢，这一来想的，竟是无从说起吼，毋知要对讲起。春水问讲，是毋是有男朋友？谈恋爱后，我来做你的军师好无？敢是白水湖人？春熙点一下头，带倒的，我有熟悉无？春熙无甲应答，头碰伊往后一靠，袂晓讲歹势吼。摕着手巾仔，随意来砍入面的，然后讲，莫阁问啊啦，你一堆问题我都袂晓应。纯粹望伊的镜仔头讲，有代志也毋找我讲，家己踮遐审问，敢若你辅导个补习啦。你住遮远，纯粹着急讲，啊你袂晓敲电话，我若知影你即款样透暝就转去白水湖。春熙看仔将手巾仔摕走，讲我也毋知是算呢抑无算。纯粹骂伊讲，人散一人啊，佫无算。你敢会为着路边一个无关系的人安尼消散？春熙讲袂出话来。查某人只要情绪毋对，就有变，佫落你着小命着爱卖互伊。9:25分，我今仔日加读个5分钟啦，因为我今仔日我迟到。春熙就将代志简单讲一遍。同学的时呢，就认捌啦吼。到南师又佫拄着吼，伫个台南师范学院又佫拄着。即马呢，共一个办公室，春水点啊听，伊住伫个棋盘巷啦。你会记有一个区阳娇老师无？我出事迄一年，学校就位老师去互约谈，以后就失踪去。稍等下，纯粹拍断伊的话，连续讲，我一年时就是邱英娇老师教的，伊是真好一个老师。当年出安尼代志，我嘛一直拢真艰苦。春熙复好言吼。春熙毋知要讲啥吼，春水又佫问讲，邱老师是因老爸哦。春熙点头，春水一阵仔伊才讲，我已经知影你消散的原因了。春熙无话，春水又佫讲，像邱老师迄那般男子气概的人，我会当想着讲，就会当理解是怎样的心情。你莫以为我小学一年仔印象太远，我到初二的时阵也捌看过伊。春熙也讲，像因老爸是真完整的人格。春水讲，拄着咱爸母的一寡观念，会当想会到伊的艰难。春熙无话，春水又佫问讲，啊伊捌开喙无？伊捌摕伊去看电影，但是2遍我拢无答应。
第一遍伫宿舍，我感冒无得讲，无会讲。第二遍2年前伫咧白水湖修理手表的时阵拄着。我了解伊的心情，像伊迄种成长的过程，拒绝一遍就会当停10年啊。春枝仔讲，我毋是考虑自身，我是烦恼代志一公开，咱爸母对伊的责难。话还未讲煞，春水忍不住来摸着伊的肩胛头。南春枝的肩胛头讲：小春枝啊，我真疼你，可能你受安尼苦。我却毋知，姊妹仔2个拢忍不住踮遐哭吼。等一下了后，春枝才穿一下声哨讲，伊做兵的时阵捌写过批一张小小的卡片，因为放假我换一个月才回。歹势，迄影足慢诶。搁你长说一个演练，搁你长说。哇！毋知做啥物问题啊？我看嘛，168页。我等下甲 refresh 一下，稍等下。煞袂叮当。可能网站有问题吼。168页。我伫咧即个 UDN 的网站付费买吼，的电子资啦吼。啊，我嘛毋知要安怎刷去别位吼，比如讲刷去我的 Kindle 啥，拢敢若无法度，我嘛毋知要安怎用。所以我拢直接拢开即个网站起来看，结果伊网站敢若故障去。31分，我本来想讲要加读5分钟，结果好有啊吼。讲伊进前有寄一张卡片来吼，我慢1个月才回。结果加限制页的款，哇！我即马限制页了限足久。166页。163、164页吼，歹势。其实阮中间有啥物困难，伊非常清楚。住伫咧大都市的人，是毋是就会当无爱插一寡代志呢？纯粹就吐开讲，你自细汉就安尼，连食饭嘛是一喙菜配一喙饭，绝对袂去加爱食，甲爱食的拢食掉，则后面的迄个则互人去收煞吼。春枝仔无讲话，停一困啊，又搁讲，我还有一点真要义，想要明白，到恁即个年岁，40外岁以后，人是怎样来
回头来看感情即项代志。纯粹笑讲，好，咱先讲到遮。本来我著准备要带你去看一场电影，看过了后，你问的问题就有答案。咱先食中昼啦。纯粹原本要带伊去有名的迄个沙卡里巴食台南的小吃安怎讲？但是春熙仔讲，安平嫂拢煮好啊，何必着去外面呢？当你讲的时阵，煮饭的妇人人果然将一寡饭菜放来安置好吼。春熙知影讲。因姊夫家平因姊夫的厝平常时拢伫咧二楼咧食饭，护士因是轮流来食。囡仔爱补习嘛是先食着走，谁嘛无咧担心。但是呢，因后头若有人来，尤其是因老母来吼，纯粹一定会伫咧3楼阁摆一道，表示因的迄个尊重吼。姊妹仔2个3对二桌，纯粹啊。退因的一碗菜，甲喙讲着爱紧动滴。你减起5公斤吼，着爱搁甲我找倒来。春熙着问讲：啊，姊夫咧，无爱等伊食饭哦。春水也讲：你紧食啦，啥物你等伊食饭，为着好看。啥若等伊食饭为着好看，有时啊到3、4点还袂准吼。安尼长期安尼就无好吧？纯粹着讲，一个人吼，当伊决定趁钱的方式的。迄当阵吼，伊就已经决定要食饭的方式啊。即句话还是家己讲，伊家己讲咧。我敢会甲有法度甲伊绑来迄个饭桌头前哦。食过饭了后，2人就烧酒先到银行去结。歹势吼，要记的可能阁无啥去。2人就烧酒去食饭了后，2人烧酒去银行寄钱，然后再坐车到附近的一间戏院。电影的片名是《新蝴蝶梦》，看了。电影看煞了后，纯粹也是不肯罢休，又搁叫伊去对街去看另外一场。等出来时，天要暗，2人就伫咧夜市仔食物件，食东食西，转来到厝已经7、8点。纯粹找一寡较宽较松的衫吼，较轻松的衫吼，随伊去洗身躯。到春熙身躯洗好出来，就忍不住就甲问讲。拜托，较平顺的吼。他问讲，我拢无看到姊夫，是毋是爱去楼骹甲招呼一下，才袂无礼貌？纯粹早就已经洗净出来，歪伫咧即个椅仔顶头，碰椅顶头，吐吐着伊圆的即个下頦，笑讲，伊拄则起来，爬2喙饭，听讲你伫遮，你伫内面交代留你讲加大几工。啊！你要落也好啦，毋过阿莲有讲伊阴暗挂号全满，我看是免啦。姊妹仔对坐相看，春水忽然间行入去房间，捧一个圆盒仔出来，讲要看进前，我甲话先讲互清楚。即件代志吼，倒送捌提过一遍，敲送伫咧半年来讲过5遍。春熙啊，有小可有心内有想着，但是嘛小可。安怎讲？诧异，因爸母应该是吼暗仔来吼，伫咧骹只坪后伫咧参详甲伊相关的啥物代志，详细怎样又阁讲袂出来。大姨第2囝啦，启聪今年医学院毕业啦。你细汉的时阵伫咧外妈因兜，大姑迄边应该拢有看过。因参详讲要互恁2人先订婚。春熙仔一听，有一寡突然又搁恍然大悟吼。春水又搁讲，你的相片老早就寄去台北甲满洲啊。春熙仔心内一片滚甲吼，目睭前搁浮起爸母咧交代的迄种种的表情。因再三咧交代讲，由我先甲你讲起，本来你若无来，我过一阵仔也一定爱转去白水湖，就为着即件代志。春熙仔感觉若后即阵的打摄吼，随手倒一后茶，直啉落拢无停。做阿姊的又搁讲，我并无特别赞成你和启聪啦。其实我老早就亚线医生裤仔内迄种文化甲生活方式，人像伫咧竞赛场内的项目，
比车、比财产、比某囝嫁妆、比别装大细平数，甚至比囡仔读的学校甲成绩。春姬讲：我出门前问你的迄句话，是为着做一个无欺骗家己的心，嘛无伤害别人的决定。和后来提起的即项代志原本就无关系。纯粹也听伊讲，就将手呢验挂，甲掀开讲，互你看即项物件。这是春姬看伊摕出一个细工手镜吼，长宽约10公分，乌丝缎面，以水若丝锁边。歹势，这台语安怎讲拢袂晓吼，镶边啦吼，捌学过袂记啊吼。春水也讲，这是阿嬷大新的即个钱包啊吼，你看伊收啊偌好。已经39分啊吼，歹势吼。好，咱就看到遮啦吼。即个春水阿姊甲阿嬷的即个钱包摕出来，互春姬仔看，可能要互伊吼。167页结束吼。咱下回再搁来继续读，下回应该是明仔载应该会使啦吼。咱明仔载再搁继续来看即个故事。啊，因为即马伫咧 Clubhouse 即袂当录音，所以你若有兴趣，你若讲是今仔日才入来，有兴趣听进前的录音，你会使去看迄个我直播的迄个 YouTube 直播的 link，你去找内底有录的其他进前这是。阮已经录过5遍了吼，这是第6遍。100，我记一下第几啊？阿公。是你讲。那个文本的 link 会当放伫 YouTube 的内文内底，甲人参考。我伫咧 chat room 打 YouTube 迄个 link 啊。第二个 link 是。第二个 link 是。网络顶你会当找着的文本啦吼，这是网络顶的迄种文本啦。但是我即马伫咧 YouTube 读的，这是我付钱付费买的即个 PDF 档案吼，所以无啥共啦。嘿。那迄个 link 会当搭伫迄 YouTube link 内文内底参考。你是讲我即马咧读的即个 PDF 版本吼？你打迄个留言区的 link 啊？迄是共的。无共。无共哦。嘿，无共。因为我即马这付费，这我就算打去，你嘛无法度看，你嘛看袂着。除非我互你我的迄个密码，无你是看袂着。因为这是我是纳钱，我用我的口座去买的，所以干那我看会着尔。你介绍。我介绍啥？你继续。无啊吼，无就咱今仔到遮啦。敢佫有啥问题？嘿，若是多谢各位啊，感谢各位啦吼。到遮咱来开放吼，好，明仔载再佫继续。